貝沙灣嘅單位咧，其實戶部向海㗎，咁加上有大露台啦，咁屋主就可以盡量享受海景啊。咁好似今次嘅設計單位啦，有1680尺，使用率80%幾，長方形嘅客飯廳有3間房，咁單係露台咧就有60尺。咁今次嘅設計主題咧幾特別㗎，係 SPA， 因為屋主兩夫婦咧買呢間屋嚟係度假嘅啫，咁又好中意做 SPA 嘅喎，咁設計師就要呢個做主題。咁買間屋嚟度假啦，咁真係幾識享受喎。咁但係咧點樣先至配合到 SPA 嘅主題咧？因為屋主咧兩夫婦得閒嗰陣咧，好中意去世界各地做 SPA 㗎，咁就見過好多特別嘅 SPA 嘅設計。咁設計師咧就喺取材上要夠多變，先可以滿足到屋主。咁其中一個例子咧就喺露台側邊用一道法式嘅8節門。咁望落去咧，好似做 SPA 嗰陣見到嘅間隔屏風咁樣，間開淋浴同浸浴嘅位置。咁望落去咧，好似去戶外做 SPA 一樣。一齊有冇感受下？一提起 SPA， 你哋又會聯想到啲咩呢？石頭、竹林、木製家私，抑或係一陣陣嘅涼風呢？嚟到呢間屋，一定唔會令你失望，因為呢啲元素通通有齊晒。做紡織生意嘅屋主，一得閒就會去世界各地做 SPA， 設計師就以 SPA 做主題，利用唔起眼嘅位置，加啲得意嘅物料，統一全屋嘅佈局同氣氛。等我入屋睇下先。跟住入嚟睇下。Kitchen 今次間屋有咩主題啊？今次間屋嘅主題係 SPA，咁咧就其實個屋主第一次見到我咧就話今次間屋想做 SPA 嘅感覺。咁所以我用咗啲比較天然啲 material 嚟做呢間屋個主題。你睇到而家呢個地下咧，就有好多雲石春，加啲透明嘅樹膠訂做出嚟嘅。咁有啲流水嘅效果咯，同埋入嚟個感覺亮啲，因為有啲水。玄關位呢塊5尺乘5尺嘅膠地板，足足用咗15,000蚊訂做。設計師話，雲石融入樹膠之中，可以突出玄關位，令屋主一入門口就有踏入水池嘅感覺。玄關嘅燈光位亦用咗另類嘅物料，塑造出東南亞色彩。呢度上面有個天花板啦，咁平時天花板咧多數都用膠啊，或者用射燈咁做嘅。咁我哋今次咧就用咗啲竹，咁同埋咧就啲竹咧就有啲透光度好啲嘅。咁因為啲罅嗰度咧可以滲到啲光出嚟，咁就同埋個感覺會個天花板會高啲，咁就比較自然啲入到嚟屋企。竹排仲可以隱藏光管，燈光柔和，望落又美觀。有水有竹，想營造出 SPA 嘅感覺，仲有咩元素呢？ Vincent， 咁頭先我哋講咗雲石嘅地啦，咁同埋竹嘅天花板啦。其實 SPA 嘅元素咧，仲有其他嘢嘅。咁你見到呢個好大嘅櫃啦，咁其實裡面咧係一個鞋櫃嚟嘅。咁呢個鞋櫃特別之處咧，就係用咗一啲木啦。咁呢啲木咧，其實好似牛仔褲洗水咁嘅效果，其實咁就比較自然啲嘅。咁望落去咧就冇咁實嘅色，就天然啲啦比較。呢款特別訂造嘅門板，一行行深淺不一嘅木紋，加上呢款草織門板，由大門、廚房門到鞋櫃門板都用同一隻色，感覺和諧啲。SPA Hill 嘅設計當然唔要俾人感覺累贅。呢個高身鞋櫃連方格型嘅裝飾櫃，正好配合屋主嘅心意。飾櫃每一格都裝有射燈，令裝飾品睇落似藝術品。咁下面嘅櫃都可以擺雜物，非常實用。櫃底裝晒暗藏燈，燈光就唔會刺眼。不如我哋過去睇下其他地方。好啊。嚟到另一邊，第一時間就俾呢個露台位深深吸引住。你冇發覺咧？去做 SPA 嗰陣時咧，有啲屏風咧分開室外同埋室內嘅。咁其實我哋呢個 design 咧就用咗呢個屏風嘅效果，不過咧就用咗一道法式嘅8節門嚟做。咁如果你閂埋晒嗰陣時咧，就會遮到光啦，同埋遮到熱啦。咁同埋平時因為呢度咧都幾西斜嘅，咁所以咧就會隔咗好多陽光咯。咁等間屋冇咁熱。Kitchen 啊，坐呢個露台咧，飲下香檳，望下風景咧，好舒服啊！係啊，其實呢個露台咧都係我哋嘅設計其中一個重點嚟嘅。
咁因為呢度咧可以睇到落日落啦，又可以睇夜景啦。咁變咗我哋咧就加咗呢個吧台喺度啦。咁呢個吧台就可以擺酒啊、擺杯啊都得啦，咁幾方便。露台係呢間屋第二個設計重點 ，SPA 俾人一種悠閒嘅感覺。設計師起個木地台，用幾條竹裝飾牆邊，再用石仔鋪滿露台嘅外圍。單位拆晒原裝嘅冷氣機，咁改用中央冷氣，可以平衡室溫，彌補近窗位置因為西斜太熱嘅缺陷。咁其實呢間屋嘅設計呢，仲有一個特色㗎，一共有2間套房。唔係喎，咁頭先睇平面圖咧，明明得一個套房嘅啫喎，咁另一個咧係客廁嚟嘅喎。咁方法好簡單，用一道門咧分做2個用途。咁集中睇下客房同客廁先。呢個咧係原本嘅間隔。咁只要將客廁門口位咧改向客房，咁封埋客房道門。咁再將呢個櫃咧拆咗，喺2間房之間咧加道180度轉向嘅玻璃門。咁向呢邊閂呢，就可以分隔翻2個地方。咁向呢邊閂埋呢，就可以有多間套房啦。入屋睇下實際效果點樣？就係呢度玻璃門，另一個洗手間有2個身份。呢度玻璃門呢係1門2用㗎。如果將佢閂翻埋去呢，拍埋去走廊呢邊，咁令到浴室咧同埋呢間房咧就打通咗啦。睇多次個效果，將客廁嘅玻璃門閂埋，就可以分翻開2個地方。咁再閂，裏面就係一個套房啦。至於主人房嘅設計，就刻意營造酒店式，等屋主有去旅行做 SPA 嘅感覺。Clifton 喺主人床對出設計咗呢排衣櫃連電視櫃，收藏呢部42寸嘅電視機。牆身鋪上另一款草織牆紙，延續 SPA 嘅感覺。呢度咧就係主人房嘅浴室，依家做咗開放式，因為設計師就話咧，原本浴室雖然有100幾尺，咁都幾大㗎，但係咧空溜溜乜都冇，得個浴缸。咁所以佢利用左手邊呢個位置咧，起咗個私人化妝間俾女屋主。咁而喺右邊咧，起幾塊層板，可以俾佢擺下毛巾啊咁樣，咁令到成個空間睇落咧都闊落好多。化妝位做淺色木櫃，配上呢張富有熱帶色彩嘅小木椅，小巧之餘又實用。咁除咗利用2邊嘅位置增加空間實用性，行入啲仲有其他發現喎。而家我企到嘅地方咧，原本就係一個浴缸嚟嘅，不過咧我而家咧就將佢改咗變一個浸缸同埋一個企缸。咁呢個都係比較 SPA feel 啲啦個感覺，呢個係。咁所以我哋用咗嘅物料咧，就用咗天然嘅火山岩石嚟做呢個企缸同埋浸缸。咁比較大自然一啲啦，嗰啲顏色，因為都係綠色啊，有啲鏽色啊，咁溝埋一齊嘅，咁所以都會幾特別嘅營造嗰個效果。出水嘅地方咧，就係一個花灑式噴水咁樣，咁啊好 natural 嘅呢個感覺，好自然啲嘅比較。主人房隔離係客房，依家變身做休息室，刻意唔用太多嘅設計，女屋主得閒中意喺度做下瑜伽。隨時轉翻做客房又得，設計上有靈活性。地台下面有個小櫃桶，增加地台嘅實用性。行翻出客廳，電視櫃亦係層板設計，中間用幾塊石頭做支柱，感覺幾得意。咁除此之外，設計師 Clifton 話，客飯廳、走廊同主人房嘅地板都鋪晒呢種磚，一共花咗10萬蚊，咁都係值得。因為呢款磚耐用程度高，又以沙石做成，帶出 SPA 嘅自然感覺。我今次咧就喺西班牙訂嗰啲石翻嚟，咁咧就係叫 sandstone。咁其實咧就係好大塊嘅，係5尺乘10尺咁啊，大約係。咁咧就因為因應呢個呢間屋嘅size 咧嚟去界出嚟㗎。咁你見到廳嘅咧係斜鋪嘅啲階磚，咁同埋有一個好大嘅border 圍住個廳嘅，咁同埋咧，你見到啲走廊個位咧，就用啲比較大幅啲嘅石嚟做，咁可以成個走廊位都冚住咗。
黃昏嘅時候，風景更加吸引。入夜之後，露台位嘅透明膠管散發出柔柔嘅光，又有另一番味道，感覺仲浪漫。